来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针对着中华以南的沿海地区来发布着陆上强风的特报，上大强阵风有10级。高雄小港有这个鹰架更紧，白雾好势，和风吹一个加漏器，这规支的铁条都插入去隔壁民体的厝顶，和这个厝内的民众是活要惊死。一支钢铁直接插入去人徛家厝顶破一空，原来是隔壁工地挂架钢铁无绑好势，却真强风吹落来，直接插入去边的透天厝，互住户规工起。他那边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已经是第2次了，铁条是都直接往4楼去。之后就觉得这样不是办法，我就先把它打出去，然后等雨停了之后，我再自己爬上去把铁收出来。天光钢铁射过来，加在当时无人伫咧厝内，若无后果就真惨。这个工地就伫咧高雄市小港区港园街，咱定等来到现场，挂架钢铁看起来嘛是真乱，风遮尔透，嘛是互人看甲会惊。干部局接到通报了后，派人去现场会勘，经过调查了后，发现工地确实无安全措施，已经违法。以违反建筑法第63条，立即处承造人及监造人最高罚锾共计新台币18万元。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今仔日中华以南、恒春半岛以北拢有9级到10级的阵风，所以强风若影响市区，屏东恒春3军联防基地会知举办操演，关定射击海神火箭含50支炮，嘛因为强风临时取消。江南村地面部队射击玻璃山进行演训，帮山边的海边啊，嘛有真侪海星，向民众落车看。不过嘛是呼吁民众拢要加注意安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